各位翻嚟新聞時間，天文台喺下晝12:20改發3號強風信號，並且話至少會維持到聽日嘅中午。天文台話，除非蝴蝶喺內陸維持較高強度，並且採取較為接近珠江口嘅路徑，否則改發8號信號嘅機會甚低。喺尖沙咀碼頭，維港上空天陰陰，不過就未有落雨。天色雖然唔係咁好，但都無阻旅客嘅興致，繼續影靚相、食好嘢、遊香港。朝早風勢明顯增大，天文台喺下晝12:20改掛3號強風信號。天文台話喺中午12點，強烈熱帶風暴蝴蝶集結喺香港西南偏西，預料向東北移動。蝴蝶會喺雷州半島登陸，隨後會橫過廣東同廣西交界一帶。蝴蝶將會喺聽朝早喺香港嘅西北，大約係300公里左右掠過。本港嘅風力係會逐步增強，今日稍後高地係會間中達到烈風程度。隨住蝴蝶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減弱，預料本港風力喺聽日稍後係會逐步緩和。蝴蝶嘅外圍環流同埋雨帶咧，喺今日同埋聽日都係會為本港咧係帶嚟狂風驟雨。天文台提醒，蝴蝶喺下個星期一同星期二已經遠離同消散，但活躍嘅西南氣流會為廣東沿岸帶嚟大驟雨，市民請保持警惕。另外，教育局宣布，幼稚園、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停課。鳳凰衛視記者林嘉敏報道。